台風嚟啦，橫風橫雨又出車啊！係咪好優秀咧？哇，大雨到焦噶嘛！撚大雨啊，撚大雨啊！A 車維修廠，哎呀，條燈都唔着嘅。呢場雨再落大啲啊，呢度好生意啊！咁落去應該好快水浸啊！去啦！唉，萬達廣場又係要刷卡，真係煩閪死嚟！睇待知啊！你的位置邊度有貨梯啊？貨個死人頭貨，唉，又要寫翻過個樓梯級嗰度，真係頂佢個肺啊！反人類設計，差啲線手，眼住啊，濕鳩晒。金博城張中心，放邊度 ？OK。哇！想夾我？斯文人地方逼我講粗口。靠住長放啊，花真列式嘛，10桶嘛佢10桶起步嘛，齊錯啊！對，有卡的，稍等一下。點解佢唔出去你懂嘅？即係你做咕喱喎。我虛啲啊嘛，佢大隻啲。哇！大雨大到開波！好彩地下停車場射水，淋死喺上邊射啊！差啲反車。喂，做咩係？琴日飲多咗，冇力嘅。問下佢放喺邊射先？全部流進去嗎？昨天查到幫我看一下有多少個空桶。全部放晒入去啊？拉一車入去，拉一車入去。一車放呢度啫，其他放另外一邊。佢阻住人哋啊！退開呢部車先。哇！你哋一部車咁犀利嘅500幾蚊台車啊！我哋停車場永遠都咁閪熱嘅喎，真係。你睇下出邊咁涼爽，呢度就係熱到鬼咁。放邊度？放邊度？就要放呢度啊！搞正，射卡。哇！夠大隻蟹。去茶樓飲茶啊！好肚餓啊！黃德回家宴，正啊！有老細請。我要食牛肉球、排骨鳳爪，有大食大，好生活到家噶喎。送完水嚟飲茶。牛肉球，大球都乒乓波。我去到邊一隻牛肉球嘅？嗱，其實個牛肉球好簡單，你有個新鮮與唔新鮮，彈唔彈牙咧？首先個新唔新鮮，夠唔夠膽落葱同芫茜先？你攞葱同芫茜一睇㗎啦，呢啲咁啊嗱，翠綠㗎啦，係咪先？新鮮啊嘛，你試下佢隔夜，馬上黑過嗰茶葉，係嘛？唔使葱，如果係醃咗嘢，放冰箱放唔到，即刻就變黑嘅。謝老闆啊，下次再過嚟黐個餐啊！係咁啊，係咁啦，搞掂咪一車。呢個颱風天落雨濕濕啊，有排受啊！好彩有善長人翁請我飲茶都冇咁傷。係咁啊，下期見啦。